他当他慢慢的往这样我大家讲老师去学了，叫我就帮他算就是。那今天呢，因为要讲述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那我们今天呢要讲述的呢是劝取暇满心要义。那暇满呢，指的呢就是指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人生。那这个人生呢，并不仅仅只是一般的人生，而是具备了就是18种功德的这个暇满身，去除了八无暇以及具足了10圆满，那具足这18种功德的这个暇满身。那我们获得了这个暇满的人生之后呢，那要做什么呢？获得暇满人生以后呢，最主要的就是劝取我们获取心要。那心要是什么呢？心要就是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法，或者说所谓的心要呢，就是去除一些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是真的呢对我们有帮助的事呢，那这个呢叫做心要。那我们在这里呢，最主要呢就是一起聚在这边呢，就是学法或者说呢修法。那我们呢是佛教徒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所修的呢自然是佛法。那其实呢，修法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佛教徒独有，乃至于说非佛教徒其他宗教信仰的这些人，像是基督教啊、回教，也有他们自己个别修法的这些方式。那为什么呢？就是无论是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呢，都要修法呢？为什么需要去修法或者是学法？那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可能都可以在活个20-30年，或者说可以再活个几十年。但是呢，再过个60-70年之后呢，或是100年之后呢，我们现在所有人呢都不在。那我们死了以后呢，会投身到哪里去呢？那死了呢，会投身呢，就只有2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善趣，一个呢就是恶趣。那虽然说呢是有办法投身到善趣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呢，要投身到善趣会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心绪之中呢，就是充满着烦恼。那也因为有烦恼的缘故呢，所以会造下种种的恶业。那造了恶业之后呢，那唯一能够去的地方呢，就是恶趣。那我们知道说呢，恶趣呢有3种，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地狱呢，又分为热地狱和寒地狱。那我们可以自己先思维一下呢，就是比如说呢，我们处在火山爆发的这个中心点。那如果说我们处于这个火山爆发的这个中心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在火山的这个中心，我们逃得掉吗？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试着想说，如果说我们火山爆发的时候，我们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又知道自己跑不掉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呢是否会感到非常的害怕？那这是呢，去思维关于热地狱的这个痛苦。那寒地狱呢？寒地狱我们就可以思维呢，我们现在是在雪山当中。那在雪山当中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有很厚的衣服可以穿，或者说有保暖的房子可以住的话呢，那也还好。但是问题就是呢，我们在雪山的时候又没有任何的衣服，衣不蔽体的时候，那在寒冷的雪山当中，那这种痛苦我们是能够忍受的吗？所以透过这样思维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如果死了以后呢，我要是投身到热地狱或者是寒地狱的话呢，哦，这样子不行，因为无论是热地狱的痛苦或者是寒地狱的痛苦呢，我都没有办法忍受。那恶鬼道呢？恶鬼道呢，就是没有吃，没有喝，而且我们知道说，恶鬼道呢，他的身体很大，他的肚子非常的大，那又不能吃、不能喝的时候呢，所以他所感到的呢，是这种饥饿、饥渴的这种痛苦。那我们去想想。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呢都不吃饭，那这种痛苦我们可以忍受吗？所以这种不吃不喝、饥渴的这种痛苦呢，也是我们所没有办法能够忍受的。那对于说畜生道的痛苦呢，那畜生道呢，就是我们平常呢就看得到。那在看到的时候呢，不要仅仅是看到这些畜生，我们看到畜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去想要说，哦，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痛苦。他们在耕田的时候，或者在犁田的时候呢，被鞭子鞭打，或者说扛这些重物的时候，当我遇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呢，我自己能够忍受吗？那去思维的时候呢，发现说这些我都没有办法忍受。那没有办法忍受的话呢，要怎么办呢？就要去修学佛法，就要去学法。就各个教派呢，它就有帮助我们呢去除痛苦的这种方式。那去除痛苦的方式呢，那就是所谓的法。那以佛教徒来说呢，我们所修学的呢就是佛法。所以我们在思维了
三恶趣的痛苦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去找一个能够帮助我们从三恶趣的痛苦当中救护出来的。那能够救护我们的呢，具有救护我们能力的呢，就是唯有上师以及三宝。那三宝呢，又可以分为就是佛宝、法宝以及僧宝。那在三宝当中呢，佛宝呢是导师，为什么呢？因为导师佛陀世尊呢，他开示的道就是帮助我们呢能够远离痛苦的这个方法方便，所以呢，我们的导师呢是佛宝，那助伴呢是僧宝。那僧宝呢，并不是说哦，我们现在虽然说前方大家看到很多的出家人，那这些呢是僧众，那不一定呢会是僧宝，因为是僧宝的话呢，它是要获得圣位的呢才叫做僧宝。那僧众呢，或者是僧宝呢，它是帮助我们学习的一个助伴，修学佛法的这个助伴。那我们的正皈依呢是法宝。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讲说，我们想要熄灭痛苦的话呢，熄灭痛苦呢，我们就要获得灭地。所以，真正帮助我们远离痛苦、脱离痛苦的呢，是灭地。那要是得灭地的话呢，获得灭地的这个方法，或者说获得灭地的这个方便呢，也就是道地。所以，正皈依呢，也就是道地以及灭地，也就是所谓的法宝。所以呢，佛宝呢是我们皈依的导师，那正皈依呢是法宝，那僧宝呢就是我们皈依的助伴，所以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痛苦的呢，具有这样能力的呢，是唯有三宝才具备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这边呢，再稍微讲述一下，就是如何思维恶鬼的痛苦。那在经典里面呢，就是有讲到说呢，诸恶鬼中于夏季，月炎冬季日益寒，令树无果诸恶鬼，略似江河亦当干。就是说，恶鬼呢，它除了就是没有吃、没有喝、得不到吃的和还有喝的，就是饥渴的痛苦之外呢，那恶鬼呢，它在夏季的时候呢，就是它还是会感到非常的这个寒冷。它只要被它虽然说夏季呢在大太阳底下呢，但是呢它还是会感到非常的这个寒冷。那冬天的时候呢，它虽然说呢就是在夏日的时候呢，在月光当中呢，它会感到非常的这个炎热。那在冬季的时候呢，它会感到非常的这个寒冷。即使在大太阳底下呢，它会感到非常的寒冷。那夏季呢，即使在月亮之下呢，它会感到非常的这个炎热。那他如果呢在远处呢，就是看到前方的这个树上面呢有果实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呢，这些果实呢就会不见这样，甚至说他走到附近的时候呢，这些果实这些水果呢，它就会立刻的这个焦掉。那同样的呢，他渴的时候呢，他想要喝水，但是他走到江边的时候呢，说是看到河边的时候呢，一靠近的时候呢，他会看到这些江水还有河水呢，全部都会干枯。所以我们就可以思维到说，那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这种痛苦我是能够忍受的吗？那同样的，那畜生的痛苦，因为平常我们都看得到，就不多去做解释。所以我们就要去思维到说，那如果呢我堕落到三恶趣的时候呢，谁有能够救护我的能力呢？那这时候呢，就是发现到唯有三宝呢才具备救护我们的能力，然后对于三宝呢，能够救护我们脱离三恶趣呢，升起极为坚固的信心。那具备这样的心呢，就可以称之为叫做皈依。所以，当我们具备皈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呢，就是我们因为对于三恶趣呢，就是升起部位的心，三恶趣的痛苦呢，感到部位，然后呢，由此升起畏惧的心，然后相信呢，就是唯有三宝能够救护。那具备这两种因呢，那所升起的心呢，就叫做皈依。那我们对于皈依呢，是要升起这种真实呢，或者说希求皈依的心。那什么叫做真实希求皈依的心呢？那与譬喻来说的话呢，那这个我们之前就是也有讲到，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说，当有一个人呢，他触犯了法律，然后要接受死刑的时候呢，那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虽然说他也是走在路上，但是他的内心呢，一定是感到非常的惶恐，非常的不安，因为他知道说呢，再过不久呢，他就要接受了死刑。那虽然说他和其他人呢，大家都一样是走在路上，但是他的内心呢，和别人相比，他一定是非常的这个惧怕。
那这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就是很有权势的这个官员，那他知道说这个官员呢是有能力呢帮助他免于死刑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用尽各式的方法呢去找这个官员，然后希望这个官员呢能够让他呢就是不用接受死刑。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呢去找这个官员，而且呢，这个官员呢要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都可以如实的去承办，因为他的需求呢就是希望说这个官员呢能够有帮他就是免于死刑的这个能力，所以这时候呢，他的心呢，完全都寄托在这个官员的身上。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对三宝呢升起希求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寄托呢都放在三宝身上，然后相信呢，唯有三宝能够救护我们。那这样子的心呢，就是真实皈依的心。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对于三恶趣的痛苦呢感到害怕，然后呢，真实相信呢，三宝有救护我的这个能力。那升起这样心的时候呢，我会把我们的心呢完全寄托在三宝身上。那这个呢，就是升起了皈依的心。那唯有升起了这种将一切的心呢寄托于三宝的这种皈依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称之为是真正的这个佛教徒。那如果说我们不具备皈依的心的话呢，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所以呢，就是我们并不只是呢，就是口中说我是佛教徒，而是要真实呢升起一个真正皈依三宝的心。所以我是佛教徒呢，并不是说因为我的父亲呢是佛教徒，或者说呢我的母亲呢是佛教徒，所以我就能够称之为是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呢，就是如同刚才所讲述的，因为我们对于三恶趣痛苦感到怖畏，然后呢坚信唯有三宝能够救护，那升起这样皈依的心，或者说将一切呢寄托于三宝的这个心呢，那才能够称之为是佛教徒。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尽力呢升起皈依的心。那我们呢就是成为佛教徒之后呢，那我们所修学的这个佛法呢，又可以分为就是大乘佛法以及小乘佛法。那我们最主要修持的呢是修持大乘佛法。那什么是大乘佛法呢？大乘佛法就是它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那为什么要为了一切有情的利益呢？因为第一个，我们要去思维一切有情呢对我的恩德。那思维了恩德之后呢，然后升起一个我想要去帮助一切有情、利益一切有情的心。所以为了利益一切的有情呢，我要成佛。那所以由此而升起了为利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去思维一切有情呢？要去帮助一切有情的心呢？那刚讲到就是要去思维有情的恩德。那如何去思维有情的恩德呢？那我们先从我们的母亲呢思维开始，就是我们今生的妈妈。那今生的妈妈呢，她就是在照顾我们的时候呢，是放弃她所有的身材受用呢，就是好好呢无微不顾的照顾着我们。所以由此呢，先去想说今生的这个妈妈呢，她对我们的这个好处。那因为我们是佛教徒的缘故呢，虽然说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的母亲呢，会有一些不谅解，或者说觉得说呢，妈妈呢并不是对他这么的好。但是既然是佛教徒的时候呢，大部分呢应该都还是会思维呢自己的母亲呢对自己是很好的。那所以我们先从今世的母亲呢开始来做思维。那即使就是不是母亲对我们很好，那今生呢也总是会有对我们好的人。那思维这样子的人也是可以。那所以呢，我们先思维今生母亲对我的好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去思维到说，那因为呢从无始以来，因为我们知道说轮回它是没有个开始的，既然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们过去呢曾经在轮回里面呢流转过无数次。那如同我在轮回里面呢，过去在轮回里面流转过无数次一样，那一切有情呢也在过去流转过无数次。那这无数次当中呢，一定一切有情他都有曾经当过我母亲的时候，或是对我好的那个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去思维到说，他在当对我好的那一个人，或者是在当我妈妈的时候呢，就如同今世对我好的这个人，或者是我的妈妈一样的无微不顾的照顾着我。所以由此呢，而对一切有情呢升起了念恩的心。那以上呢是思维一切有情呢，在当我母亲的时候呢，她对我的这个恩德。那所以同样的呢，今世母亲她对我如是的恩德，一切有情在过去当我母亲的时候呢，也是对我有如是的恩德。那这是思维一切有情在当我母亲的时候对我的恩德。那接下来呢，思维一切有情呢，在没有当我母亲的时候呢，对我的恩德。那以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来说，我们现在能够很舒适的呢住在一个地方呢，那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我自己去盖的，一定是有很多人一起协助之后呢，才能把这个住的地方呢给盖得起来。那同样的呢，我们平常无论是吃或者是喝呢，那都需要其他友情的帮助呢，我们才能够获得吃和喝，我们才能够吃得到东西，喝得到东西。所以这些呢，从这些角度去思维呢，就是去思维一切友情呢，他没有在当我母亲的时候呢，他对我的这个恩德。那既然呢思维了他们的恩德之后呢，我们念恩之后，接下来呢就是要去报恩。那我们该如何去报一切友情的这个恩德呢？那我们可以思维到说呢，我呢是不想要痛苦，我呢是想要获得安乐的。那如同我想要离苦得乐一般，一切友情呢，它也是想要远离痛苦，想要获得安乐。那虽然说我们大家都是想要远离痛苦，想要获得安乐，但是呢，我们想要获得安乐，我们却不知道呢该如何去承办能够获得安乐的这个因。同样的呢，我们想要远离痛苦，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呢如何去断除这个苦因。所以虽然说我升起了呢，就是我想要去帮助呢，就是一切友情。我思维了一切友情对我的恩德之后呢，那因为一切友情他不知道如何获得乐因，也不知道呢如何去断除痛苦，所以思维此之后呢，我就思维那一切友情想要承办安乐呢，就由我来帮助他们承办；他们想要远离痛苦呢，就由我来帮助他们呢脱离痛苦。那虽然呢，我想要就是帮助呢友情去除痛苦，然后想要呢帮助友情呢获得安乐，但是呢，我是否有这样子的能力呢？我发现我并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那观察之后，发现唯有获得佛位之后呢，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为什么佛陀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因为以佛陀的身语意三种功德来说的话呢，佛陀的身功德呢，它是可以有任何的视线任何的这个神变。透由神变呢去帮助友情。那同样佛陀的语功德呢，它能够了知一切友情呢说什么，而且透过佛语呢，无论说是鸟，或者说昆虫，那或者说各式不同的人种呢，那佛所讲述的语言呢，一切友情呢都能够听得懂，不需要透过翻译呢，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友情呢都能够知道说佛陀呢在讲什么。那佛陀的义功德呢，那佛陀呢，他能够了知呢我们的心绪呢到底在想什么，就像呢看掌中的这个水果一样，看手掌上的这个阿摩罗果一样，他能够如实每一个友情呢，他想要祈求什么。所以当我发现呢，我想要帮助友情离苦得乐，但是我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唯有佛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那就升起一个我想要快速成佛呢去利益友情。那所以升起这样为利友情愿成佛的这个菩提心之后呢，那我们不仅仅呢是佛教徒，而且在佛教徒里面呢，我们是属于大乘的佛教徒。就是如果要成佛的话呢，那佛陀呢是存在的嘛？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从历史来看呢，我们知道说导师释迦世尊呢是在菩提盖亚金刚座这个地方成佛，那这个呢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呢，佛陀呢它是存在的。那佛既然是承办的话呢，那我们该如何承办佛音呢？所以呢，就是要升起菩提心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呢，你是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64大明咒也好，或者说呢，我们在礼拜佛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任何善行，只要呢是有菩提心受持的这个善行呢，那就是所谓的大乘法。所以对于升起菩提心这件事情呢，我们是要透过闻思呢在的思维，然后想办法呢让我们升起菩提心。所以呢，我们请以菩提心摄持的这个心呢，然后来做今天的这个闻思。那我们进入这个内容的部分。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南无咕噜面珠果卡雅。那南无呢是顶礼的意思，那咕噜呢就是上师，那面珠果卡雅呢是文殊师利，所以意思呢就是讲到说顶礼上师曼殊师利是顶礼文殊的意思。那接下来呢，第一个寄颂呢，就讲到说众生安乐善祥护，谁归依之？师护母，荷担救苦之重任，归敬顶礼度母尊。那这个呢是主要呢归敬度母。那我们为什么要归敬度母呢？因为第一句呢就讲到说众生安乐善祥护，就是我们想要获得的这些安乐呢，都可以透过祈求度母呢，然后赐予给我们。谁归依之师护母，就只要说我们只要呢能够好好的去归依度母的话呢，那度母呢他就会赐予我们救护，或者说他就能够赐予我们成就，而且呢荷担救苦之重任，而且度母呢他又帮助了呢去除有情。那
度母呢，还有帮助就是一切有情呢，从痛苦当中救护出来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以我的身与意呢，恭敬的呢来顶礼这个度母尊。所以第一个寄送呢，最主要就是我们以恭敬的心呢，然后虔诚的来礼敬度母，然后请度母呢能够救护我们免离痛苦，并且呢赐予我们成就与安乐。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造论宗旨，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归敬度母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到说，那我归敬度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希望说呢，我造这本论点呢，造论的这些目的是什么？所以讲到说造论宗旨，那就讲到说，畅言任谁堕苦海，我当解脱救护之。那所以呢，前面两个寄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要归敬度母，就讲到说终身安乐善祥护，谁归依之师护母，贺担救苦之重任，恭敬顶礼度母尊。畅言任谁堕苦海，我当解脱救护之。或于随行广弘誓，大愿慈母怜主礼。那这两个寄送呢是归礼敬度母。那礼敬度母的目的呢，就是造论宗旨所讲的，就是殊胜供养而获得暇满人生善所依。贤手汝当听我语，随念略说三谛言。就是说我造论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有情，所以呢，我祈请度母让我能够把这本论点呢，就是如实的造完之后呢，能够帮助有情。那接下来就进入正文的部分。那第一个寄送呢，讲的就是念死无常。所以一开始就讲说呢，若不思为死无常，决定当来速当来，众生未生之善念，死生圆满亦释怀。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思维念死无常呢？因为念死无常我们可以透过三个角度呢来做思维。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决定死，那第二个呢是死无定期，第三个是死时除法以外呢与皆无益。那如何身为决定死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绕塔，或者说我们去绕山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个在绕塔的时候呢，要是你在绕塔的时候，他绕的速度非常的快呢，那你会想说这个人他走的这个很快，好像在绕这个圈圈。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呢也是一样，死亡呢它就是不断的呢就是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每走一步呢就是一步一步呢趋向于死亡。所以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就是我们呢一定要思维呢决定死，而且死呢来临的速度呢比我们想象中的呢还要快。所以呢，就讲到说，为什么呢？我们要去思维死无常呢？因为讲说，如果呢不去思维死无常的话呢，那决定当来速当来，就是说我们你不去思维死无常，死亡呢还是会来。而且呢，众生未生之善念，就是我们如果不思维死无常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坏善念。那失坏善念的话呢，此生圆满亦失坏。那就是讲到说呢，就是我们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虽然投身在善趣。所以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呢，那这边呢，人气讲到说呢，就是我们比一般人好的呢，就是我们对于三宝呢是有信心的，而且在这一生呢，就是我们都没有造过一些极重大的这些恶业，无论说像是杀生也好，或是偷盗也好。但是这样子呢，就能够保证说我们来生呢一定会投生到人生吗？这是不一定的。但是呢，虽然说为什么说我们有保证说来生呢，我们不一定能够获得人生呢？因为我们在过去世的时候，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曾经造过这些恶业，所以来世呢，我们有可能呢还是会堕落于三恶趣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请问人切，就是如果我们投身到恶鬼道之后呢，那还有办法再投身到善趣吗？那人切就回复到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投身到恶鬼道的时候呢，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呢，就是饥渴的这个痛苦。那并不只是恶鬼道，像是我们投身到三恶趣，无论是地狱、恶鬼、畜生呢，那我们都因为太痛苦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修学佛法。那也因为没有办法修学佛法的缘故呢，所以地狱、恶鬼、畜生呢，叫做无暇处，就是没有闲暇呢，让我们修学佛法，所以它叫做无暇处。那是否能够再投身善趣？那这个呢，也就是不一定，因为各个众生呢有各个不同的业。那接下来问题呢，就想请问人切，就是讲到说要去念一切有情呢，当我母亲的恩德。那对一般人来说呢，可能都还好，但是对于自己的仇人呢，我们要去对他念恩呢，就非常的这个困难。那是否会因此呢，就会造成说我们升起菩提心的这个障碍？那人切呢就回答说，就是虽然说呢，现在呢我们会认为说这个呢他是我的仇敌，但是你要去想说，这个我所谓的这个仇人呢，在过去世的时候呢，他是否曾经当过我们的
母亲，我们一定要去思维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思维到说呢，他过去曾经，那如果他曾经当过我母亲的话呢，那他在当我母亲的时候，就如同今世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思维，如果他过去世呢，就是也当过母亲的话，那必定呢和今生母亲。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临终的人吗？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帮助临终的人呢？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他没有学佛，或者说他学佛时候呢，他所学的和我有不一样，那我该如何去帮助？那仁波切就回答到呢，就是第一个，他要去思维他对我们的恩德，就是无论说他在当母亲或是不是母亲的时候的恩德。那我们思维了他对我们的恩德之后呢，那再来想到说呢，就是那我该用什么的方式呢来去帮助他？因为仁波切就问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助他呢？帮助他就是会念到他的恩德，对我的恩德之后呢，所以我才升起了想要去帮助他的心。那如果说我们持咒，或者说呢，就是念这些回向文呢，帮他祈愿的话呢，对他会有帮助吗？那我们先回答说，应该都是多少会有，因为佛陀也是这样在做的啊。那就是有一些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升起很强烈的这个后悔的心，或者说会升起，有人在临终的时候呢，很容易生气。那这时候呢，如果跟他说，就是你把心放宽，不要生气，那不要呢，就是想太多呢，那这样对临终者呢，会不会有帮助？那仁波切就回答到说呢，就是如果我们给他教诫的时候呢，那当然是他听得进去的话，那当然是最好这样。但是重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他已经是可能就是快要死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跟他讲太多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思维的，他要升起这个思维的能力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是尝试着就是各式的方便呢，看怎样对他比较好呢，然后就以这种方式呢去做行事。那所以这边就问到说，那如果说我为他做一些回向，或者说做功德给他呢，那是否能够利益到他，或者说我们对他修持取舍的话，是否能够利益到这个临终者？那仁波切的回答就是说呢，就是如果就算是修取舍呢，也是我们自己在修，所以功德呢也是我在造，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像刚才所讲述的，我就去思维这个要临终的人呢，他在当我母亲还有不是我母亲的时候呢，对我的恩德，所以他的一切的痛苦以及安乐呢，都由我来承办，所以我要尽快的呢成佛，成佛之后呢，我要将他安置于净土，透由这种方式呢去帮助他，那这种呢才是最好的方式。那因为今天说法呢是2个半小时，那现在只剩下半个钟头，然后这样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课诵没做，所以我们就进入课文的部分。